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小刘马上1周岁生日了。前2天我妈过来送了2个小的金器给他，丈母娘也拿了2件过来。他们都说自己最喜欢这个第3代，给的最多。但是别急，我们家还有老祖宗在呢，外婆历来都是给的最多的。我今天去问问她有没有什么表示。老婆啊，哎，那个正生马上1周岁生日照，哎，啊，来阿有啥个别事情？对的，哎，那个么子嘛是我上台头留下来的来货，那么我们也用不着，是讲给你几岁，弟弟也是要1几岁生日是了，哎，咁么弄到其他地去打个烧个家庭作为纪念，那么多来的呢就不来。世上只有外婆好。老子那个房子为我那个黄金，我是翻译4个万，用不翻译4万，我根本就难的呀。把金手镯熔了，做一个黄金琵琶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也都没有人做过，所以我约了这方面的专家司马老师，他是这方面的非遗传承人，真的是约都约不到。本来我这视频早就想发了，约了7天，现在好像要约他都要提前1个星期。地铁过来还蛮方便的，就在河基广场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！司马老师你好，你好啊，现在可以坐吗？还是要等？稍微等一下，因为有很多人在排队。我前面还有5个人在排队。这个是在做什么？来做个小吊坠。你肩膀上的鸟是听话吗？听话，这俩都听话呀。过来，行，乖的乖的。来，转过来。终于轮到我了。司马老师，你称称看这个多重，能不能做一个琵琶？可以啊，我给你设计，先设计图，设计完图以后再开始制作。先去排队称重，前面的顾客正好有一个成品做好了，今天来取货的，41克多，现在他们要签个字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我们这个33.4克，然后测一下纯度，在这个机器里1分钟。好了，你看4个9的，那么4 K 斤，这个4个9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传度是最高的，就属于不错的是吧？对，最高的了。像这种黄金熔掉要多少时间？2到3分钟。那蛮快的嘛。因为这个我调到温度是2000多度。像这个熔的话会有折损吗？没有的，黄金不怕融化。哇！加工的话是36块钱1克。前面这个女顾客做了一个金戒指。那司马老师，你们除了做黄金还做什么吗？还有我们这个钻石加工跟设计。钻石也能加工？对呀。5天工时，做完之后他寄到我家，等吧。Later， 老婆啊，还么子来着呢？5日天，搿只金琵琶大汉子。这个啥看看呢？来，弟弟，侬喊。哦，一只小琵琶。啊，是一只琵琶做得蛮嗨个。哎。这金琵琶还可以。哦。爸爸，我叫爸爸。